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0263例本土病例，有12例死亡。指挥官但是中讲5月15会有快筛试剂进会。中央宣布7月开始，只有确诊同学座位附近的同学才需要停课3天，部分关系是要用家己的标准。罗西亚军队伫7月轰炸乌克兰东部一间学校，有60个人搁伫学校还被防救出来。新闻开始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伫下晡2点23分，咱国内发生规模6.1的地震，震央是伫东部外海。宜兰、台北搁有新北大东，上大的震度是3级，目前是无传出灾情。咱再来关心今仔新增加40263例本土病例，41例境外病例，有12例死亡。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40263名。那境外移入41名，那有12例的死亡个案。如果是确诊者中高风险的，那有一些会到医院去，那有一些会到集中检疫所。那基本上这就根据相关的解隔的规定，自然有这些专业人帮你来做安排。那至于在居家照护的，7天完之后就自动解隔，那再做自己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那入境的、居家检疫的，现在也开始也是7+7。那密切接触者现在只有一种，就是跟确诊者的同住家人3天的居家隔离，4天的自主防疫。大概8个多月大，未满1岁的一个女童，5月4号的时候有开始出现发烧的情形，有超到39度，也有带到这个大医院的急诊这边去做这个检查，那 PCR 是阳性。那在急诊这边经过医师的评估之后，认为说状况算是稳定，所以先予以返家，发烧继续持续，甚至后续有出现局部性的抽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又再度带到这个急诊来就医，插管接呼吸器来先予以稳定他的这些呼吸、心跳的这些状况。那目前仍然在加护病房当中治疗。阁有真侪民众买无快筛试剂，经济部协调8大通路卖亚培公司的快筛试剂，今仔早起10点开始卖，一支是卖180块。因为是比快筛是名侪较贵哦，所以并无上侪人会排队等要买。超市的门口小连续有民众来排队咧等，这人拢是要来买快筛试剂。因为本土疫情要持续伫滚价，虽然政府有推出快筛徛名册，不过袂少民众拢是买无。为着要消透民间快筛试剂的需求，经济部协调8大通路来斗卖阿培快筛试剂，而且伫初9早起10点开始卖。不过因为一支都要卖180，所以并无出现小增买的情形。学校只会发1剂而已，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用量其实是不太够的。觉得现在这样子的价格，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雅培的部分是采门市现货为主，那现货的部分它一人是限购1剂。过来快筛试剂的乱象引起各界批评。早起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针对各政府机关采购快筛试剂的乱象进行专题报告。国民党指出，指挥中心采购快筛试剂的厂商内底，高等环球公司洪志基讲是为小食店变做是生意公司，政府要互伊有利头通蹭，互高等公司决定讲要放弃这个标案。不过有立委认为讲，快筛试剂会遮尔紧就卖了，是因为打开始大家会惊吓、会紧张，所以小济买才造成的。批评国民党一方面发快筛试剂无够，一方面佫阻挡快筛试剂入来台湾，根本就是利用疫情准备要来乱的。一方面说不够，叫大家赶快进口、赶快买，都在排不够；一方面就说哪一家不可以进口，哪一家资本额太少不可以进口。有人以疫谋乱啊！4月28跟5月2号有让厂商充分去评估，所以我们邀约的对象也是国内都有取得 EUA， 所以原则上公平公开的原则是有遵守。大家全世界就台湾，结果台湾政府无能，我们就看蔡总统说5月底会来1亿剂啊。处长要告诉我或者副处长什么厂牌？我们的1亿剂大概有罗氏、有雅培，还有紧急采购的部分。吴秉志认为讲，紧急采购案唯一的标准，就是产品的品质、牌子甲介绍。若是无下这的条件，公司搁较大间也无法度通过。针对这点，卫福部秘书处长蔡秀全表示，针对政府的紧急采购案，有做过2届公开的说明，嘛有厂商家己来评估。上较重要，也是要有法度来照品照行。可能是厂商家己评估资金了后，将基本决定无要参加这届投标。
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目前的快筛试剂已经得要无货咯，也毋过5月15会有4500万剂的试剂到货，6月底之前会阁有9000万剂。地方政府若是有需要快筛试剂，会当向中央来反映，毋要一直媒体来放话。新冠本土疫情当地滚价，毋但民众买无公费的快筛试剂，就连家人甲台北市等等的地方政府嘛跳出来质疑讲，中央分配公费快筛试剂完全无够。有立委就问讲，敢要针对疫情较食力的所在，加分配一寡快筛试剂咧？快筛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足够的量？为什么现在连基隆市都在认为不太够？我们有5月4号有调查过一次，请各地方政府把他们的需求量报上来，然后就要报上来之后，我们再根据它可能的需要跟以前的使用量，我们做过一个调整。陈时中表示，到初八暗时为止，全台湾公费的快筛试剂平均存的量是0.9%，确实是存无偌济。目前快筛徛名册定用的是就是这个牌子的试剂，一个月会当供应5000万剂，5月中另外还阁有4500万剂的合约。伫6月底进前，应该是会当供应9000万剂。咱人外界关心讲，新冠肺炎当时会当为目前第5类法定的传染病降到第4类。陈时中头一届回应讲，若要等这波疫情过去，7月中可能有机会。第5类传染病跟第4类传染病有很大的不同。第5类传染病是强烈的强制的管制，那第4类就是一般的管制。陈时中强调讲，地方公费的快筛试剂，拢是照地方通报甲统计的需求来分配的，而且本来拢有够额，若是无够，请地方统计了后，再搁做通报。希望大家毋通大主大意向媒体发言，用公文或者是直接打电话给卫生部长，拢会当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连续4天确诊者一日拢增加4万人超过哦，居家照护的人数嘛袂少。指挥中心伫顶礼拜已经甲抗病毒的口服药物送到各县市指定的药局，也毋过加少数指定药局对一寡患者来讲，摕药可能无介方便。指挥中心即嘛按什么来增加指定药局的数量？有医师嘛提醒哦，一寡免疫无介好的确诊者，上好伫轻症就先食药避免病情加重。患者伫外口待要看医生，即马疫情长滚价，各间医疗院所拢有可能拄到确诊者要来看医生。都有医师建议讲，针对免疫功能较歹的确诊者，伫病情还未恶化做重症进前，用早互抗病毒的药会当减少病情恶化的可能性。慢性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洗肾的病人，那些高风险，然后他轻症的时候刚刚得到，我们让他吃这个药，他就不会变重症，不会住院，不会死亡。所以这个药一定要及早使用，而不是大家去医院排队等了半天又住院再用，那样就没有意义了。指挥中心已经分配抗病毒的口服药去各县市的重点药局，以高用做例，有2间药房顶礼拜拢摕到315份灰色口服药爱请确诊者的亲戚朋友摕药单甲相关的证明，就会当去倒领药或者是等药师亲身送到厝。不过药房嘛烦恼讲，若不离确诊者若是一直在增加，分药去患者的厝里会增加药师的负担。另外，有医师讲到开药单拄到的困难。他希望医生是单独的处方释出，问题是我们习惯说现成的药有，我们就知道效果好，那我们就开了。那这个药要释出，那我头一天会开2个方子，那在健保规定上是不行的，你一天开2个方子，他就把你删掉。为了影响一直在增加的确诊者，指挥中心嘛准备要扩大配送抗病毒的口服药因为这个药5公分就要2万块。有医师就烦恼讲，诊所要保管这个介绍这么贵的药有一定的风险。希望每一区或者是每一个乡镇会当指定一间卫生药局，让确诊者伫领药的时阵会当更较利便。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宣布，初八开始放令停课标准，只有确诊同学附近前后左右的同学才需要停课3天。也毋过，台中市政府是表示，因无要依照中央的规定，因家己要规定讲，高中以下学生伫确诊前2天有去学校上课，全班就要停课3天哦，改做线顶上课。云林县政府是表示，会依照中央的规定，也毋过望讲中央会当提供快筛试剂，互同班的学生做检验。中央8号开始实施停课新标准，高中和高中确诊个案学生的座位就讲高中学。需要实施3天的防疫假，其他的学生无停课。但针对这个部分，台中市政府经讨论，目标对准中央的做法，
高中和高中同款停课3天，兼顾学生的受教权，还有老师在实施混成教学的不方便，所以台中市基本上在高中及国中的部分，我们还是决定采取教研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高中及国中，只要班上有确诊者，那他的全班学生及导师也是暂停实体授课3天。至于云林县政府就宣布取消原本原来停课的办法，为8号开始，依照教育部公告校园停课的新标准办理。但希望中央除了提供各高中就讲各学生的快筛试剂以外，各会当提供干班有需要学生来使用。就是其他的同学哈，教育部就不提供了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哈，因为现在我们大概都是由国家队哈分配的这个快筛剂的哈，那我们也没有这样多余的这个能量哈，再去买其他的快筛剂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中央的指挥中心还是我们的教育部如果可以同步给予快筛剂来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依据我们学校的本身的状况来做微调，因为在我们办法里面是针对该班级的学生。那以我们学校来讲，我们会有混龄跟共同活动的部分。文管会表示，但云林县内有部分的小学学生人数较少，真侪课程和活动拢是混龄教学，嘛交由学校讨论微调相关的停课规定，希望会当伫受教权和防疫下，让囡仔快乐佮安全的学习环境。记者文雄台中云林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讲，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所以美国建议咱国军事采购应该买无对称的作战武器，尽量卖阁买传统的武器。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会当帮助咱国自我防卫的武器，拢会尽量争取哦。另外，世界卫生大会22特别举行，吴钊燮表示，各会单邀请，嘛讲今年有愈侪国家邀请咱台湾参加，咱家己嘛会拍拼争取到最后1分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全世界更加关心台海安全。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是以这届战争的经验，更加积极来推动咱来买无对等的武器，不是传统的作战武器，来阻挡中国可能的海上入侵。外交部表示，会来争取对咱国家防卫力量有帮助的各项武器。国防部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只要有助于我们台湾自我防卫的，我们一定会尽量去争取。那我们也会跟美方尽量去讨论，什么样的武器是符合我们的这个防卫的需求哈。那这些都在努力当中。WHO 世界卫生大会22号会伫瑞士日内瓦来举行。外交部表示，咱虽然还未收到邀请，不过会努力争取到最后1分钟。不过，这届国际支持的力量是比过去更加大。国际社会对台湾这个参加 WHO 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个态度，或是新的一个相关进度？那有一些比较新的这个情形哈，我们的确不适合在这边来做说明。今年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说，有比以往更多的国家更高的层级来支持我们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前副总统陈建仁去年9月代表咱的国家参加美国北京举办的全球新冠肺炎线顶高峰会，今年的会议会伫12号再度来举行。外交部表示，咱已经收到邀请了，不过伫主办单位要求之下，今麦也无法度来公布代表人选，会比较去年的模式，伫会议了后，你来对外说明。记者张志勇、陈柏如台北报道。最近国内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湾为咱国实施2公约的情况做审查。行政长苏贞昌是表示，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也毋过咱正重视人权的议题，也毋过有关心土地正义学者是认为讲，政府伫土地征收严重违反着国际人权的规定。2公约国内法化高达已经12年。政府民团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檢視人權議題，佮提出報告。This is a unique opportunity. The importance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giving to human rights is remarkable. 台湾现在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我们基于对人权价值的认同重视，我们自我承诺，我们要进行就人权各方面来运作。国家人权委员会在202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参与国际间的一个审查的会议，所以我觉得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原定去年1月办理的两公约中华民国第3摆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因为疫情几啊摆延后，总算伫初9登场，邀请几啊位国际人权专家就咱国落实全面提供建议。2020年监察院人权会成立了后，也加入写两公约独立评估意见的行列。目标落实人权保障，不过虽然政府定期提出检讨，不过民团犹原认为政府做得无够，甚至拢无进步。像伫土地政治、宗教自由，无顾及到人民的权益。执政之后，他竟然现在是台湾在解严之后，区段征收、土地征收面积最多的州。政大地政系教授齐世英表示，国际人权委员会捌讲到，政府严重抵触国际人权规定，需要停止任何的土地征收、市地重划、都市更新等，一直到修法了后符合人权公约标准，才会当继续进行。积极蔡政府伫土地正义做得无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代替5月7日的同齐，元旦发起正常休困，所以火车停驶。虽然5日责任假，工会强调讲，若是公司法草案无共识，工会嘛阁会再发起无要加班的行动。交通部长国在嘛表示讲，绿火车未来会当搁做调整哦，要来正做环岛铁路应变的相关计划。部长嘛强调讲，交通部、劳动部佮有代替局、甲代替工会，这礼拜5会开会来讨论，过程嘛用直播的方式来对外公开。6月2号开始的端午疏运期间呢，其实现在订票率不高了。大概只有3成5左右。高铁早伫5月13已经提出5日制疏运方案，规划加开39班次的列车。不过台铁一直无提出5日制到达计划。立委姚伊讲，5日制年假台铁的列车会去拄等着全面停驶，恐惊国外阁杀出类火车。是不是会再搬出类火车？这个礼拜5，我会跟工会所有的工会。然后用公开媒体的方式再做一个讨论，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差距把它缩小。因为国道客运受到疫情的冲击，国光统联首都这业者，因有打算要停驶部分了较严重的路线。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讲，已经有约客运业者伫5月17开会来讨论。过去他代管的上限是5亿，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到10亿了哈。我在下个礼拜会开一个所有公路。国道客运的业者来开会哈。负起第一线交通任务，大众运输邮政人员一直有烧坏掉的事件，也佫有快台汽车正恶咧买会到。交通部甲卫福部申请快台10万剂，不过到今摆还佫无消息。真正甲恁拜托，甲恁高请，能不能拜托可怜一下，行行好，给我们基层人员赶快有快筛，让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出门，安心的防疫。这个如果来市长，请说明。这个如果申请到的话，我们会马上来做处理的。什么时候会处理？申请到的时候所以还要等。统计大众运输工具，3剂疫苗涵盖率，台铁是82%，高铁98%，国道客运差不多是91%，台铁还无到9成。到目前为止，台铁拢总有5个司机员确诊，4个隔离，出现人力无够，就要减班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今仔开始设亲子儿童防疫急诊甲门诊哦。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早起嘛去联合病院实在了解，现场是有一点仔乱，因为有一寡无预约得来看病民众。即卖疫情的滚假，医师嘛建议中央政界至少爱个准备上100万份的口服抗病毒的药物，因为医师是真烦恼讲药啊6月有可能会无够。台北市针对亲子设的儿童防疫急门诊，为初9开始，逐天开放12点钟，甲18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服务。若是有符合包括发烧、居家隔离、捌甲确诊者有接触，或者是有呼吸道等等的症状，拢会当去互医生看。副市长黄珊珊去联合病院视察的时阵，发现讲，透早就有真侪无预约的民众直接走来。请大家先上网预约，然后耐心的等候，我们会尽量再开更多的量能来这边来因应。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最近的状况比较多，所以我们这边会再继续开，也会协调其他各大医院来开亲子的门诊。疫情即马要小白体，加上指挥中心宣布唔免扣列隔离，共一个工课场的同事，有医护人员就烦恼讲，工课场群聚的风险敢若会愈来愈悬，恐惊会互医疗量能崩盘。
有第一线医师为目前台湾疫情变化来推估，到5月底每一天至少会有30万人确诊。不过台湾敢若传70万份抗病毒的药啊，到时恐惊百面会真欠缺。若有抗病毒药品的不足，重症个案将会增加，医疗的量能将会受到挑战，尤其是慢2个星期才到达高峰的中南部县市，将会更严重。医疗面的理事长林炳宏医师建议中央要赶紧把新冠肺炎降做是第4类的传染病，而且征调更较侪退休的医护人员来斗骹手，才真正会当确保医疗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马街病院传出病房有群聚感染，4楼的综合病房顶礼拜5有一个大院的病人发烧确诊，病院嘛针对病人佮家属来体检，目前嘛计共已经有15个人确诊咯，病院先暂停收病人。这届疫情对员工影响真大，饭店因为骹手无啥够，嘛员工会当减少接触。台东最近就出现头一间专自助的旅馆，那么做伙来看卖。台东马街病院初日暗时传出4楼的病房有人确诊，病院科的患者、家属还有员工拢总82个人做体检。目前病院甲卫生局清查了后，4楼的病房有7个患者、5个病病家属甲3个员工，拢总15个人确诊，拢已经转去专责病房做治疗。其他无去围着的患者甲家属，病院是采用就地隔离。人员就地隔离，然后就地管制。那如果说第一批，当然有时间就已经先做第1次的快筛。那后续如果万一再有新的症状，也会再加以再做筛检。台东县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观光业各一届受到冲击，因为烦恼商接甲人有接触。台东县不少饭店拢出现找无服务人员的情形，平均欠20%至30%的卡手。不过有一间饭店最近引进自助带房的系统，让游客会当住了安心。不用接触那个柜台，都自助式的，减少了每个月大概3到4个人力，非常的节省。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多余的人力，然后来做服务。国内疫情压关，不过管制并无升级。在疫情的期间，也是有旅游的需求。这间饭店引进自助带房的设备，游客为入来大到退房，全部拢家己处理。饭店会当甲这个卡手锁去做品质较好的服务，而且带面介绍甲牌仔客栈差不多。业者预估，在疫情的期间会吸引游客来台东住宿甲旅游。记者综合报道。过来一间稳行目镜的公司，互指控讲为着病佮健康的医工无隔开，造成上百个医工拢为着病。桃园市卫生局甲劳动局表示，已经有接到通报，开始调查咯。也毋过业者是强调讲，拢有照防疫规定来分流，也毋过处理需要时间，嘛经请劳动局来协助。过来稳行目镜大厂正式攻克公司。被控放进调编医工甲健康医工大社会，同齐用疫情造成疫情失控，爆发900名医工严重高负感染。市府卫生局劳动局已经举报清查了解。那目前公司采取分仓分流的方式，将确诊的移工住在同一个寝室。那有部分移工比较不愿意配合的部分，他们还在努力的处理当中。桃园卫生局表示，位伫鼓山区的正式公校总厂有1700人，目前累计确诊移工185人。厂方已经要求外籍移工每3天快筛1摆，本国籍劳工每礼拜快筛1摆，正式也回应。按照防疫规定进行分仓分流，处理过程需要时间，也已经请劳动局协助后因其他住宿空间。短期的时间内爆发，所以在人员的调整上面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的一个做调整。那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协助他找到一个安置的一个地点，在今天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确诊者的部分，把它做一些移出的动作。针对最近陆续有大厂方投诉移工确诊管理的问题，劳动局回应保证移工确诊以就地隔离为原则。就现有宿舍区计确诊者甲非确诊者，移工需要变换住宿场所，伫分流过程中，也有移工无愿意搬的情形。另外，移工宿舍多数共用疫情也造成某一种程度上的分流困难。劳动局将尽力协助刷出，互宿舍空间降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北京疫情又搁开始滚大，一寡所在开始大规模做实体检。另外，伫上海确诊人数减少，也毋过为着要清零，上海有一寡所在搁继续的封锁。另外，搁来看日本已经放零防疫，最近因为黄金周的连假，真侪民众拢出门去佚佗哦，所以为着病人数又搁增加不少。
民众一日一日排队，线内由医护人员进行 PCR 检测，要来确认家己的身体状况。这是中国北京为了避免新冠疫情爆发，亲像上海长时间封锁的情形，北京朝阳区、房山区也有丰台区以及其他过去2礼拜，发现确诊者小部分地区的民众拢要接受新一回合的新冠病毒检查，因为刚刚5月初6到初7，就新增加78例本土确诊比例。应该好好的配合国家的工作，然后呢，该隔离隔离然后该居家居家。另外，这疫情真严重的上海，设备通报为着数目降到4000例以下。不过，为着达到官方所要求的最后攻击，上海真侪地区这2天搁再实施全系静态管理，民众一概配合都不用出门。一定要积极的来配合，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周围的、对家人负责。另外，这处在黄金周2假的日本在防疫限制大幅度来解除，即阵真侪人拢出门来旅游。Okinawa初7的确诊数竟然达到2375人，新冠的记录，疫情呈现快速升关的情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报告估计，在2020年1月到2021年12月31日期间，直接也是间接甲新冠疫情相关总死亡人数大约是1490万人，将互外界对这波疫情所带来冲击提供一个数字。What we also reported today is that majority of these deaths occurred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 followed by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世卫组织表示，这数据计算因为疫情所造成的所谓超额死亡，也凸显所有国家必须投资打造更加有韧性的公卫系统，才有法度在会期期间来维持必要的公卫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战超过2个月了，死伤真严重。罗西亚军队初8又搁轰炸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的一间学校，当地州长是指出，有60个人搁伫学校内底还未互救出来。另外，伫马里坡更替抢的乌克兰阿兵哥，嘛是搁继续的战，无愿意投降。也毋过军队的高层是出面望讲，会当来协助因阿兵哥脱离更替抢。看画面顶悬，会使讲是规个长里倒壁，头前还有建筑物咧导火。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有一间学校起用俄军伏击，会当看到学校建筑物拢规个歹去。当地州长证实讲，当时有90个人伫个学校内底围着，煞去爆弹攻击了后，学校规个拢导火，敢若有30个人对内底走出来。Авіабомба потрапила в школу. На жаль, вона повністю зруйнована, і зараз працівники ДСНС будуть розбирати завали. Там було 60 люде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证实这场的悲剧，并且直接讲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过一日死伤上介济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伊直接对这表示讲真惊吓，并且强调讲挑工攻击兵民，还有民用基础设施会来构成战争罪。英国会确保普丁政府个爱来承担这个责任。也那马里坡的亚速更替厂，还有真侪乌克兰的士兵煞咧抵抗。不过俄军因拍甲真凶，情况是愈来愈歹。Негайно, терміново потрібно вжити заходів, і я закликаю там світову спільноту, там ООН, Генсека та продовжують виконувати свій обов'язок. Їх потрібно евакуйовувати, їм потрібно надати нормальні умови, їм потрібно надати нормальне належне лікування, на яке вони заслуговують. 另外，南方港市奥德萨嘛起予3粒飞弹击掉，其中有1粒起予防空系统甲砸落来，不过另外2粒去击掉主体区。俄罗斯国防部还佫讲，俄军的伊斯坦德飞弹伫哈尔科夫附近有去击掉美国甲欧洲提供的装备。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7大工业国集团 G7 初8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线顶会议。G7 嘛发表声明，表示讲各国领导人拢已经同意讲要来减少使用罗西亚的石油，嘛禁止 G7 提供罗西亚关键的服务。7大工业国集团初8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线顶会议。迄天拄好是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战胜纳粹德国的欧洲胜利日。 8 травня ключовий день пам'яті про усіх жертв Другої світової війни, про крихкість миру і неприпустимість будь-яких людоненависницьких режимів. Але те, що для інших сьогодні пам'ять, для нашого народу щодня, на жаль, це просто новини. 会后
G7 发声明表示，各国领导人已经同意会分散石油供应商来源，然后一步一步淘汰也是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另外，也佫会采取措施，禁止也是阻止向俄罗斯提供关键服务，鼓励因的经济甲国际地位。美国白宫七月也宣布新的制裁，禁止美国国家甲顾问公司甲俄国合作，限制三大国营电视台将俄国天然气工业银行列入制裁对象。Putin wird den Krieg nicht gewinnen. Die Ukraine wird bestehen. Freiheit und Sicherheit werden siegen, so wie Freiheit und Sicherheit vor 77 Jahren über Unfreiheit, Gewalt und Diktatur triumphiert haben. 德国总理小组发表电视单会，甲全国人民讲，德国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是德国的历史责任。那各国领导人实施制裁，提供援助，也有集团出现的几乎透过歌曲安慰乌克兰人的心。We pray that you will enjoy some of that peace soon. 爱尔兰知名摇滚乐团 U2 受泽伦斯基邀请伫基辅的地铁站内演出。61岁主唱普诺甲大咖的乌克兰军人亲情的献唱歌曲，徛伫我身边顶几首的歌曲，声援乌克兰。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再来看香港特首选举，昨早起投票。这届只有一个候选人李家超，伊摕到99%的选票，即卖等北京人民7月份就职。咱个陆委会嘛呼吁讲，新的香港特首着爱尊重民意，莫个伤害香港的自由跟人权。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公布，中联办唯一支持也是击败选举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无人竞争之下来胜出，成做第6任的香港特首。無論係支持我定係唔支持我，我都衷心感謝，因為你哋今日係支持咗行政長官選舉嘅投票日。這是香港新選舉制度的頭一場的特首選舉，並且以一人模式來登場。在七月早起11點半投票結束時，總計有1428名選舉委員投票。李家超最後得到1416張的支持票，也有8票反對，打破特首選舉以來上懸的支持率達到99%。We must continue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accurate, and fi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people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an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出身警队做过政务司长李家超處理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手法容易，得到北京的認可。學者分析，勝選了後，北京更加可能直接來主導香港的事情。我希望佢哋咧就唔好當。稍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隨即發聲明來祝福。另外，這選舉結果也提報給中央人民政府。再來就等待北京的任命，預計7月7日宣誓了後，李家超就正式來上任。公視新聞王佩文編譯。來看今年第巴西舉辦的聽眾奧運7月傳來好消息，咱個頭一屆參加聽眾奧運100公尺跨欄的選手可樂，在女子100公尺準決賽是走出12.18秒拍破紀錄，也毋過最後決賽伊是走出12.31秒摕到銅牌，這嘛是咱個電競代表隊頭一面的獎牌。主要今天决赛我的起跑稍微慢了一点，还有就是在我最后段的时候，因为100公尺跟我的栏架图像会有点不太一样的是，100公尺后面是步伐越来越大，那100栏是后面步伐会越来越小，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转换这2个项目之间的差别技术。那当我到听奥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的人跟我一样的人，但是他们也都非常的厉害。那我很开心，我这次能得到听奥的第1面铜牌。那我希望我以后可以继续精进我的能力，去拿到除了铜牌以外其他颜色的奖牌。今年这19岁可乐季国中开始都袂歹的表现哦，伫国内比赛是摕到未少的奖牌。即马可乐是咱世界听众女子100公尺跨栏纪录的保持人哦。
再来看昨母亲节，台中和平区的十文溪有北部大学生丁山社10个同学去撩溪哦，有一个细串学生啊，无细力去落去20公尺的山崖，人是跋落去溪里哦，警消甲人救起来，也毋过送医急救，最后嘛是救无回来。搜救人员一来到溪谷，马上为带生学生进行 CPR。台中市消防局8号下晡2点左右得到消息，有一个10人的撩溪团前往和平区十文溪撩溪，其中团员带生学生无顺利跋落去20公尺的边坡，摔入去溪中，当场无呼吸心跳。塞落约20公尺。那我们搜救人员到达的时候，同伴已经帮他做 CPR， 然后我们接手之后，经急救还是无效。OKA。14个人的搜救队大约4点左右来到现场，马上以人肉将带生学生运上落山送医急救，最后宣告不治。警方表示，这个撩溪团体是某大学的登山社，因是7号买票为八仙山森林游乐区入来，初步研判错男是伫咧找路的时阵坠落。经送东市农民医院急救无效，死亡原因仍待刑事相验厘清。溪流湍急危险，山高谷深，并常有暗流，请游客依照正常的游憩动线来活动，以确保游憩安全。当时林管处呼吁，八仙山游乐区内底真侪是脆弱的沙岩、岩板岩，也有定岩所组成。受到十文溪冲挂，山势是真陡，溪中也有暗流，建议民众按照园区规划路线活动，确保安全。记者台中报道。高铁要延伸到宜兰哦，已经确定要伫宜兰市县政中心那边350公尺的所在来设车头，维修厂是要设伫总围的美福村哦。也毋过地方是认为讲，目前维修站的规划会去影响到地方的发展。也毋过铁路局是表示讲，目前是个规划会来参考在地民众的意见。车辆的周田中方有铁路经过边仔有几间厝，这是未来高铁延伸宜兰站案。县政中心南方350公尺的高铁特区，也毋过特区虽然位伫宜兰市，也毋过根据铁道局规划，维修站部分将设伫总围乡美福村，引起地方反弹。因为高铁机场这个部分为狭斜角的方式，画落去，到尾这个田拢会变三角田。它附近只有设置一个机场站，附近的一些农地虽然说都不征收，所以大家都有很大的反弹。地方认为，根据铁道局规划，维修站的基地用长条形斜角规划，使这个巨型53公顷农地变甲破碎，也阻断4条道路，严重影响地方发展。建议中央应该将维修站4块为大约53公顷农地同齐征收，纳入特区规划设置主题区绿地，部分土地用作观光使用，才会当均衡城乡发展。那无对作为人无公平。那铁道局这边表示说，因为现在整个宜兰高铁的延伸这个计划还在综合规划的过程当中，那相关地方反映的意见，他们都有纳入在整体的考量。根据铁道局初步规划，高铁延伸宜兰岸路线长度59.3公里，经费大约1880亿，设站伫宜兰罗东之间，兼顾溪北溪南发展。采区段征收开发，对地方意见关乎回应，今年1月初就已经回应地方讲法，含份建议中央。铁道局呼应的回应表示，专案由原伫综合规划阶段，地方提出的需求拢会纳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一号过马路货车肇事的事件嘛是个定定发生。苗栗县政府对3月底开始，就伫140县道的德兰路段来进行测速，车辆是未当超过60公里哦。警方统计4月份就开出1561张超速的罚单，有真侪民众是认为讲，这个限速应该要提悬到70公里才合理哦。县政府嘛表示讲会过来评估。这条道路看起来真直，搁看，未少驾驶人经过这，忍袂住油门就会打较深一撮。不过因此收到红单是袂少。苗栗道南140县道3月底启用区间测速，根据警方的统计，今仔4月份就处理了1561件的超速，嘛引发道南地民的不满。14连线呢都是高架桥，这个不是呢15的这个食物链它应该来的地方啦。为了这个15呢，不要压抑到左南的发展。
当地民众表示，这个路段是连接三个乡镇以及台湾交流道的重要路段，不过长度8.9公里的路段跨过地，速限只有敢若60公里，驾驶人一不小心就会超过，要求县府提悬速限10公里，来增加缓冲的空间。这个降速如果拿掉之后，会不会对石虎造成什么影响？或是没有影响，或是有影响，那我们这个部分有请团队再帮我们做评估。县府表示，伊所控县道的3个到岛南路段，以及第13架造桥的路段，拢是造好活动的社区。伫今年2月统一速限是60公里，是毋是要提升？近期将会搁会勘来评估。而保育团体表示，当地位伫老庄溪流域边啊，还是有落塞可能性，建议应该先建立生态廊道。你两边围网要围起来，你可能每隔1-2公里，然后石虎很常穿越的地方，你可能就要做一个动物通道。你不能一昧的讲说你要解除那个速限，而是要讲说在怎么样的状况底下，你可以开快车啊，石虎也能不会死嘛。但其中表示，除了建立生态廊道的完整性，嘛要建立道路围网，避免就好直接穿过道路造成伤害，搁再来评估提升速限的可行性。记者苗栗采访报道。行政院消保处最近调查市面上的租厝契约，发现有3成业者拢是使用旧的版本。消保会嘛提醒民众，要爱特别注意，嘛要旧细厝的中人，要爱特别注意，才袂违法。伫契约的册皮有写讲“帮屋租赁契约书”的这个字，安尼一日看到知讲这是旧版的契约书，因为新版的应该是写主体租赁契约书。顶悬还佫有印109年内政部的公布文字。行政院消保处伫最近会同内政部地政署，还佫有地方的地政局。查核120间门市，发现讲有38间门市因用的是这个旧版的契约书，有3成这么悬。旧版契约只会告诉我们说，第一上半段的部分就告诉我们，你要支付多少钱的押租保证金，它其实就是押金的概念，但是它没有上限的规定，那个2个月租金额它就不见了。事实上，你一直卖旧版的，对这个租赁双方啊，其实他们的权益上啊是会容易引起纠纷的啦。而且这个跟我们现行的一些租赁的规定啊是不相符的。消保处还佫发现讲，旧版的内容一直有押金过悬，也是讲把这个厝的税金转嫁予厝骹的文字。建议讲，租厝的人咧租厝的时阵，上好个爱家己传新版的契约书，因为一寡学生租厝，因较会因为这个契约的内容发生争议。消保处嘛含教育部做伙来讨论。希望会当透过校方来加强对学生的宣导，透过多元方式的宣导哈，然后教育部呢也不会排除说在每年度定期举办相关的租赁博览会，也让这个我们的学生啊，在学的学生特别清楚的了解到怎么样的内容才是对他们权益最大的一个保障哈。消保处嘛强调讲，伫最近的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对印制契约书的出版社，还佫有销售的门市，甲做查核。假使讲若是无要配合下架，也是改善，苦劝袂听，上当会甲照消保法甲罚15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文化局最近公告地内的历史街区范围包括安平旧部落、渔光岛、佮昆新。因为安平已经真老咧咯，这个来是希望讲会当小解去树仔原理这所在的特色，互游客来体验。今日台南原理地区，旧旧的老墙、老巷弄，处处拢充满历史味。昆新原理结合喜树，叫做昆戏湾，临近市区，但是佫有乡村的属实。以当地王尊信仰，其实真侪人知影。而近期喜树原理地区有部分去予台南市文化局划入历史街区，这嘛是台南第6个历史街区，对于当地团体来讲是乐观其成。如果有一般民众进来住在我们这边的话，然后来参观我们街区的话，顺便带一下到我们的万年店去认识我们一下我们万年店的王传文化的话，可能会更有卖点。事实上，三重进前这个地区都民代提案，建议把昆戏湾列入历史街区，有知名的小食、古建筑物、甲庙宇文化，并且外海有美丽的沙滩甲海岸，是真有观光的卖点。不过过去是欠缺民宿业，嘛互深度旅游是拍折。自从开放民宿了后，嘛拍开都市观光接轨的第一步。过去法令的限制，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地来设立民宿，有特色的民宿，就是让这边可以设置合法的民宿，让一般的这个游客
或者说喜欢深度旅游的游客，都可以来到这一边。深度的旅游一直都是台南大受欢迎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也希望持续来推动周边的一个环境的优化，包含黄金海岸。我们也顺利的跟中央争取到了一个2亿的预算，希望未来能够打造成台版的一个迈阿密。台南市府表示，原本民宿申请的限制是真济，这次透过历史街区的改套，关路局嘛鼓励申请民宿之外，规划民宿嘛会当透过辅导来转型。记者政府台报道。来看婚礼的轮配，最近办一个给新住民做越南传统服装的课程哦。那给新住民会使来学做衫技术，包括一寡越南的新住民会当来消透因思念故乡的心情，包括咱台湾人会当透过在地传统的服装来认识越南的文化。一个人伫教室内底无闲，有人咧酿春笑，有人咧车衫，因拢是越南的新住民。当咧做上会当代表因故乡文化的传统服装熬夜。特色那个是去庙拜拜啊，一样要穿那个我们。越南的女性因过出国接待人客，拢会穿熬夜。对时代演变，即阵伫咧较重要的场合，亲像是结婚、庆典才会穿。有新住民讲，伊家己本地就对做衫有兴趣，毋过无机会学。即马有课通上，佫会当做家乡的传统服装，学甲真欢喜。其实我很喜欢做衣服，但是没有机会去学习了，很困难，是要很技巧的。夏天想要凉一点，我们就用那个圆形的领子。我们可以来自己学习，自己用手做，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穿。新住民伫台湾生偌久，有当时嘛会思念故乡。即阵来学校学做衫，毋若是咧学习，更较互因有机会熟悉共故乡的姊妹仔伴。大家做伙嘻嘻哈哈，都亲像回到故乡同款。我们来这边呢，是不是有很多越南姐妹啊、印尼姐妹啊？我们来这边就好像来自己的故乡。那我们将新住民的文化，包括地图啦，还有它的一个人物啦，还有风景啦。那把它融入到服装里面去，那让我们台湾的人能够更多对新住民的认识。举办文化教育课程的婚礼轮配国小表示，越南传统服装熬夜的制作课程，除了希望让新住民感受到故乡的温暖，未来卖办活动，让新住民穿因做的衫，伫咧社区内底服务，让台湾在地乡亲认识越南的文化，欣赏无共族群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西瓜大出炉，也毋过收成的季节上烦恼着石头。咱来看花莲的东华大学研究团队研发出一套电子围篱系统，会当来帮助农民了解西瓜产的情况，只要有人出现伫产日，就发出警报。杨先生去年正方偷摕500粒西瓜，三人拢是选伫3更半暝开卡车来偷。为了避免国去风头毛，伊只好甲太太困伫西瓜田。亲戚朋友拢笑因阿某是流浪汉。他说没有之前都没有被小偷偷过啊，不知道啊，偷一次才知道。全年损失300颗，平均要估到15万左右。实际上，毋但杨先生西瓜风头，花莲真侪瓜仔农拢有类似的经验，所以东华大学联管中心甲几啊位学生开始研究安怎用电子围栅甲手机连锁方式防毒。光闸触发之后，提醒西瓜田的主人就注意到要检查监视器的状况。我们还会做电源的保护系统，就是如果电源被切断，可能摄影机看不到了，但是我的那个警报器会告诉那个西瓜田的主人或是警察。不过花莲的西瓜田多数拢伫偏僻河床顶，要安怎克服用电甲发送信号，真做一大难题。网络通讯的这个部分我们很感谢这个中华电信架设了一个市居的这个行动通讯的一个网络。在电力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这个土地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台电的馈线在这个附近。所以我们是采用了这个独立型的这个太阳光电的系统。东华大学联管中心强调，因应农业人力不足，这套系统也会当用伫其他农业甲畜牧业，因为是要帮助农民，所以介绍也亲民，互农民毋免困伫田地，也是研究书生上大心愿。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大的山有一位退休的国中老师，伊利用厝邻的地，用心种出健康无毒的农作物咯。伊嘛正注心咧推广食农教育，甲伊的农场规划成做食农教育的所在。
正认真咧小解伊自心种的草莓，对教育界退休了后，住伫南投德山的国中老师朱建宏，转去厝里整理田地。伊会想要安尼做，除了为退休的生活找到代志做，也因为伊对食农教育有一份责任感。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曾经带领一个班，经营了3年的食农教育，在校园里面种很多的蔬菜，结果他们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想说慢慢去整理，让它能够适合小朋友、中小学小孩子能够来到这个园区，就可以得到很多种的不同水果的知识，来做食农教育。朱建宏也望讲会当种出无毒健康的农作物，所以伊也真用心咧款肥料，收成了后会去做农药的检验，望伊的物件会当互人安心食落腹。我从种它就有所谓的有机认证。在草莓期的时候，我就会在草莓要推出的时候呢，我会先去做农药检验，未检出我才会上市推出这样子。那当然呢，这个就是对于我的水果是一个安全的保证，对爱用者来讲，它是一个健康的保证。退休了后来做田，朱建宏唔但为伊的生活加添新鲜感，伊也发挥英国做老师的教育精神，为食农教育这个领域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南出世有台湾现代电影头一人称号的电影大师郭实杰，伊伫2020年过身。最近台南美术馆举办伊个人的大型回顾的展览，透过160摆作品，要互大家理解伊眼中的世界。看舞蹈家伫台顶跳舞，展现列表师郭实杰的作品意义，嘛表达伊心内对红赛思念。昨天看了这个展览，我还没看完就已经先感动自己。今天在跳舞呢，更感动自己。台南作为他逝世过后第一个重大展览，160张作品，这1年半来我们是够忙的，所以这个规模可以说它返乡很大的荣耀。列表师郭实杰伫2010年过身，伊的作品伫国际真出名，毋但商业电影的作品受肯定，郭实杰后来搁去欧洲、非洲旅游翕相，用伊的技术透过相片传达诗的意境。美术是用摄影机取代画笔来创作一幅图。郭实杰嘛封号做台湾现代摄影的头一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眼睛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美丽的景致。在这种看似非常单纯的作品当中，水质的流线隐藏着岁月的痕迹。为郭实杰的作品，会当看到伊的艺术美感，佮有伊心内对美景的坚持，真有个人的风格。这回头一摆伫台南美术馆展览，要展现郭实杰自心摄影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报道歌王文夏顶个月过身哦，伊伫台南老厝边仔的全美戏院，最近就会播送文夏的经典电影《再见台北》来纪念伊。有2层楼高的文夏纪念看板，车北即天现身府城的民权甲永福路口，派一支吉他的文夏，伊徛的所在就是少年时行过的路口。对面即间全美戏院嘛是伊的老厝边。细汉吼，伊都伫遮大汉，一岁就住伫遮，伊拢爱看迄买场的电影。有当时下晡我拢有看伊头要几10届的，拢来遮看电影。全美戏院的头家特别甲金甘蔗影展合作，初八即天替因心目中的台湾歌神举办纪念活动。民权路正做星光大道，第一粒台湾之星就是文夏。当年甲文夏世界表演的4姊妹嘛做伙来怀念伊。伊现在那早走吼，对我来讲吼，实在是一大的损失啊。他到现在也有在创作，他还有一些歌曲都已经做好了。拢也未发表的。文夏这人，等于就代表咱台湾甲台语的文化，会想要伫遮来拍咱台语的电影，咱来号召全台湾所有拍片的人来遮，咱过来文夏精神来拍咱台语的电影。
为了怀念文溪，伊的经典电影《再见台北》，初八暗时，民众会当来全美戏院免费欣赏。母亲节这天，大家做伙唱《妈妈，请你也保重》，嘛希望文溪歌声会当流传。妈妈，请你也保重。记者邓家文录伊做台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